如果你買到龍頭股，佢連續打板之後出現第一條陰線，咁你應唔應該要走佬呢？譬如呢隻股票，股價一躍而上，成為龍頭，然後高位出現縮量，連板之後走出首陰嘅 K 線形態。如果你攞住呢隻股票，咁你要唔要走佬呢？但係你睇翻呢隻股票一路顛沛流離，又豈能俾一條陰線折服呢？雖然講龍頭首陰唔會輕易咁樣跌落嚟，但係具體嘅走勢都仲要深入咁樣了解一下。分時圖可以睇到佢早上一開盤嘅時候就已經封板啦，然後一直到咗尾盤先至開始殺跌。咁佢究竟係洗盤啦，定係出貨呢？主力出貨優先考慮嘅從來都唔係價格，而係有冇足夠多嘅人、足夠多嘅資金嚟到接主力嘅盤。臨收盤嘅交易其實係冇足夠嘅量嘅，呢個大家都明白，亦即係冇足夠多嘅人嚟到接盤，短時間內係完成唔到出貨嘅。既然唔係出貨，咁尾盤嘅呢一下殺跌，漲停板到跌2個多點所帶嚟嘅恐慌，更多可能就係洗盤。然後我哋睇翻 K 線圖，呢一條大陰其實係屬於高位無量下跌，大概率仲會有新高，所以可以揸好扶穩。然後第二日再次走出漲停板，分時圖可以睇到呢一日係多次炸板，有放量，亦即係有出貨嘅嫌疑，所以要隨時做好落車嘅準備。然後第二日再次走出漲停板，然後再睇睇分時圖，早上封板之後，尾盤炸板，然後再拉板。如果話殺尾盤係為咗洗盤，咁拉尾盤就大概率係為咗出貨。前日我哋講多次炸板放量，有出貨嘅嫌疑，咁今日呢個拉尾盤就提高咗主力出貨嘅路徑，所以主力已經喺度出貨，但係未有出晒。拉尾盤係為咗穩住籌碼，主力掩飾出貨。然後第二日走出倒裝錘仔 K 線，繼續睇翻分時圖。早上係衝高回落，衝高回落，再衝高再回落，反覆嘅衝高回落，而且放量，所以諗都唔使諗走佬，快啲走佬。然後後面股價一路回調，咁你前面落咗車係咪已經搵飽咗啦？飲得杯落啦。所以各位老友記，如果下次你行運捉到龍頭股，連續打板之後呢隻龍頭股出現第一條陰線，你就應該知道點樣做啦。好啦，炒股唔使驚，Ben 哥喺大廳。